準備拿叔一命爆機挑戰你哋所謂嘅傳說中最難嘅遊戲Dark Souls，由頭玩啦 New Game， 打個靚命先，聽邊？大男人啦係嘛？出生一無所有禮物，我唔需要你嘅禮物，吔屎體型，收骨輪信啦好嘛 ？Let's go rock and roll， 入翻智力寶庫先，死光頭腦，我係真正嘅高手，德數高手，垃圾，係玩了，我係對冧佢啊！哇！走啦！哇，係咪？哇！落下攻擊，後來被 KO 你，太易玩了，佢咪棘死咗？正常就係留喺呢個監獄度啊，白痴仔！我啱啱係咪睇錯嘢？係咪見到嗰個人啊？我的媽！佢翻出嚟啦，飛越王！有人叫我打多佢兩下，會發生咩事啊？定蠢材！我怕你波！多波啊！喂，冇隊啊！知啦，正契弟，我話咩？小氣到不得人性，俾佢啦，佢已經冇咗人性啊，俾我有鬼用！我哋應該俾我，哇！正蠢材成功了！且不能勝正！哇！